有民众驶皮卡货车到彰化福兴乡的福宝湿地佚佗，因为无注意到电考流的时间，结果被海水包围。驾驶想要把车驶向前，才阁洗翻头，但是车顶的乘客惊头前的水阁较深，会互海水吞去，是安尼叽叽叫，一直话讲目哭目哭。 无啦，你目睭对机啊，行车咧头前啦，唔好啦，小心啦！规台车的乘客拢行甲软骹，因坐伫咧车内拄着饱流，四周围拢是海水，可劝驾驶赶紧拄目裤驶走。我无目裤啊，我对机啊，会破头啦，袂使，唔好，袂使，唔好，小心啦，你看，袂使。 规台车整体两难，驾驶吹油门为头前驶，海水拢喷起来到眼睛挂。头前咧唔得挂。冇，看无螺丝头，你目睭啦，歹去啦。查某乘客惊甲一直叽叽叫，驾驶一直讲伊看袂到路，嘛无法度拄目裤，才想讲驶位头前，才阁睡翻头。乘客足惊头前水受侵，车规台沉落去，拢惊甲破胆。伊会打来啊，伊无可能紧啊，伊打来啊。啊，伊像伊拢会付啦，伊目裤坐就搞来就到旁边啊。因为我有先查，就是知道早上这段时间是退潮，然后中午才涨潮，对，所以我才敢过来。对，我有先看那个潮汐。 调查所在伫咧彰化福兴乡知名的汉堡湿地，照正抗快海岸线含海坪，真侪人拢会驶车来到遮看风景含生态。民众来遮耍，煞敢若无注意流水的时间点才受困。当地警察讲，无接到报案，应该是平安无事发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